中央政府要开放日本福岛五关节食品，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伫今仔日早起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台北市着爱先带头，有明确的方式来甲学校营养午餐的厂商签契约，明定禁止福岛五关节产品。 中央要开放日本福岛五关市的食品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17开记者会表示，针对学校中岛等的部分，要求台北市要甲共产业者签契约，明确禁止福岛五关市的产品。要求台北市成为全国我们这第一枪，就是我们用具体的行动。每天有14万人的小朋友在吃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，我想我们团膳业者也从善如流，也自己。 在内部呢，就已经都有这个管控哈。教育局今天就可以立即把这个切结书的稿件里面呢做一个研拟之后，然后跟业者这边来进行这个切结这样的一个程序哦。但中文表示，台北市学校中岛等的食材大部分拢是国产，伫加工食品、甲调味品等等是较有疑虑的部分。业者表示，台北市教育局伫签约的时，拢有要求厂商爱减少加工食品、调味品的部分，厂商通常嘛会选择国产来压低成本。针对开放以后的安全性，有学者嘛伫下晡开记者会，估算开放以后民众一年可能接受的辐射量。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小孩子，那小孩子他每一年可能的额外暴露剂量是0.000147毫西弗。那我们有说一年的允许暴露剂量是1毫西弗嘛？体内暴露剂量它的剂量其实是远低于我们的法规值。台湾算是比较严格，不过保守有好处，就是它确实可以保障我们民众，即使你有吃到，好，那因为它的限值比较低。 好，那相对来讲剂量就会比较少。专家表示，标准伫设定的时阵是采用儿童、有性妇女等等较敏感的族群做标准，本来就是较严格的标准。记者郭不跟张水台北报道。